春染豪光，木棉灼灼。澳門嘅春日裏，木棉帆逐風漫落，恰如15韻嘅聖火，跨越山海而嚟，點燃呢片土地上競技嘅激情與青春嘅熱望。而呢份激情，亦如春潮浸透住校園嘅每一寸肌理，每一次揮拍畫出嘅流暢弧線，每一次跳躍騰空嘅輕盈姿態，每一次蓄力後迸發嘅強勁力量，皆是佢哋描摹夢想輪廓嘅生動主角。呢份裹挾住執着與熱愛嘅競技精神，深深浸潤並激勵住以步履丈量理想，以熱忱追逐遠方嘅逐夢人。仲玩到好開心。繼續延續我哋15運會嘅一啲精神同埋團隊精神啦。同內地嘅一啲選手即係交手啦，然後都收穫咗好多經驗啦。很精彩，我也很榮幸4年一次能讓我在澳門遇到，所以我選擇當志願者。歲月流轉，木棉會飄落枝頭，卻從未真正凋零。花瓣化作春泥，滋潤沃土，恰如一種精神嘅延續。等我哋走進呢段如同英雄花般嘅歷程。中學啦，咁我嗰陣時我嘅啟蒙老師啦，張方興老師啦，咁問我有冇興趣加入田徑隊。當初我都冇諗過鉛球呢樣嘢，當時係未接觸過呢樣嘢，因為小學係冇鉛球噶嘛。跟住就喺嗰一刻嗰時叫入咗田徑隊之後，我就慢慢開始練啦，直到去第一年嘅學界比賽，咁嗰一年亦都第一次攞獎，咁攞咗個學界男子 C 組鉛球嘅冠軍。咁就應該就由嗰時開始，我對呢項運動有興趣，我繼續去鑽研呢樣嘢咯。本身我哋澳門人同埋我自己本身身材都唔係好高大，你要去繼續去做一個競技行業發展，其實個出路比較細咯。幫大師弟師妹工作啦，咁喺教嘅時候，我都發覺我自己其實都幾中意去將我自己嘅經驗教俾啲師弟師妹啊。咁一見到佢哋學到啲嘢喎，咁會有一種喜悅感咯。轉型去做一個教育方面嘅，培育一啲更加有潛質、有天分運動員。從一個運動員啊，或者從教練嘅身份咧，轉到去全運會志願者工作人員呢個角色咧，我就覺得會成個體育裏面，我會見到成個運動嘅全貌咯，就唔係話淨係見到運動員嗰部分，或者唔係淨係見到教練嗰部分。明白到其實一場比賽咧，就要好多嘅部門啊，環環相扣，咁樣先可以將呢個成個全運會啊，或者一個運動嘅一個比賽去做得好好咯。咁其實志願者都等於一個呢場比賽嘅後盾啦，先可以令到啲運動員咧可以喺個賽場度盡情咁樣去發揮。觀賞比賽過程中，會令到學生會提高佢一種自己想參與呢個運動嘅興趣，多咗參與或者想嘗試、想學，更加有心去學習呢個項目。訓練嘅過程裏面，我一定好枯燥、好苦悶、好重複，特別田徑比較重複。希望佢哋可以唔好怕悶。一定要堅持落去，因為你堅持，你將你嘅根基打好，將啲細節人哋唔注意嘅細節你做好佢，咁咧你就一定會有一個俾你去發光發熱嘅時刻。一句叫速力而發，厚積薄發係咩意思咧？你要將你嘅人生路行到踏踏實實，咁將到有機會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將你自己呢啲所有嘅經驗或者你踏踏實實做過嘅嘢，去展現出嚟咯。依家呢一代咁，希望我都可以傳承到落去咯。角色更調，初心未改，課堂上嘅言傳身教，賽場邊內心嘅指導，佢將運動員嘅堅韌、志願者嘅熱忱化作無聲嘅引領。少年揮筆擲出嘅身影，與年少嘅佢重疊交織，喺一代代逐夢者之間接力。英雄花常開，激情亦永不息。木棉嘅精神，全運嘅熱血，校園嘅活力，喺濠江畔交織成畫。呢份從青春賽場萌生嘅熱愛，經歷歲月沉澱，以傳承為翼，喺校園與全運賽場間生生不息，灌溉住呢片青春沃土。回應住時代嘅號召，讓活力與激情永遠滾燙。